百年风华的日式建筑旧岭石室，也就是原音料理，在真真音乐艺术中心规划寓教于乐的闯关园游会中，有加够亮。除了让亲子在园区共同度过欢乐休闲的假日，重头戏的幼儿表演，小小年纪就大秀打击节奏，都是启发幼儿发展基础。其中从儿童律动到现代街舞的快乐学习，更是博得满堂彩。看这些小朋友表演，然后都很厉害，然后小朋友就都很可爱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可以。就是有一些活动，像是可以拿爆米花，或是去体验一些像是那个拔萝卜之类，还可以拿一些气球，我就觉得这很有趣。觉得真的办得很好，给小朋友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。那很多小朋友也都很认真的表演。那参加之后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，也希望就是之后我们家小朋友也有机会这样子的表演参加。真真音乐艺术中心除了展现幼儿的学习成果，在家长的全力支持，更将园游会所得47000元全数捐给台南市社会局，作为独居老人照护之用，期待抛砖引玉，一起守护独老。就是达到的费用可以捐给弱势老人，然后就是很有意义，然后可以有爱心。很开心也很感谢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园游会票券呢售出了40多份，那所以我们把47000块全数捐出。那园游会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希望呢，可以帮助更多的独居的失智长辈。幼儿的音乐艺术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，而是提升音乐素养。至于从中灌输学童行公益、好怜悯，为守护弱势找到生存的平等，更是中心不变的初衷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